里豆香飘散，弥漫着记忆中熟悉的味道。在这里冒出了阵阵的发酵酱油香。对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酱油最原始的味道。最原始的味道，不拧起米跟米稀，让人怀念的口味啊。对，老祖公纯花蕾给老祖宗传下来的。老祖宗传下来的味道。对。 把酱油比喻成黑金，因为1年3万多吨的酱油产量换来营收10多亿，瓶装酱油市占率30%以上，还有更多延伸在休闲食品的原料供应。原来零食里面很多你们家的味道。是啊，都是艰难的味道啊。例如第4代负责人钟纯仁将销售网络称为美味关系，关系要稳，需求要兼顾，因而研发酱油品项就有90多种。 还推出生产履历，确保稳定品质，70多年如一。因为这个时代也在改变了，我们吃的比较淡了，或者说吃的这个口味比较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跟着潮流在走。也开放生产线参观，桃园大溪总公司里打造酱油博物馆，老品牌的回忆录，少当家要用创新思维来写。我们最主要是说，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跟这个年轻族群做个结合，尤其是这种小朋友，要从小开始，因为这饮食是一个习惯，你从小可以培养的话，那这是你的忠诚的客户，这是最好的客户，最好的宣传。让味蕾启动美好经验，点滴渗透市场。到对岸发展15年，无锡厂的产量、营收都稳定成长。台湾话有句话说：“哦，刚刚跌导游形容深藏不露。”作为第一个走向国际的台湾酱油品牌，他们很自豪。原来韩国有1/3的酱油是向他们购买生酱油回去再调味的，而另外包括了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尼，他们所吃的酱油其实也都是台湾人最熟悉的酱油味。本年前年嘅米絲，老祖公傳下來嘅。本年前年嘅米絲，老祖公傳下來嘅。